民进党立委王美惠今仔日公务信箱收到一封电子批，要求伊汇款2000万，若准无这，就要甲伊服务处绑掉。甚至有网友伫咧讲，有人想要模仿郑捷，伫咧捷运顶头乱杀人。警方追查了后，找到嫌犯。嫌犯讲是和爸母发生口角，才情绪失控，目前方依照恐吓公众罪移送法办。捷运自早到暗，人拢未少，即马有人提醒坐车爱细意。网友查了发文，坐板南线爱注意，因为捷运站保全讲最近有人想要学郑捷随机杀人，会有一点点害怕。就是随机的这种突发的状况，会让人家措手不及。Face 这个言论引起关注，下区警方加派人手巡逻，总算找到人。原来保全讲的话，毋是无影无迹。伊为内部信息通通知，汤圆落地分局通报，一名细蛋的毕业生伫社群呛声，要去板南线随机杀人，才因为善意提醒。系保全公司内部提醒资讯安全案例资料，尚无发现有散播谣言或不实讯息之情事。八节公司也证实，测试有接到归案证据，也毋过放过杀人的嫌犯，在警方逮捕。伊便讲甲爸母起争执一时情绪失控，才发布不当言论，防以恐吓公众罪嫌以上。这个案件才平息，即马阁有另外一件恐吓案。批信冒充着高雄市长的名，讲要伫后会的服务处按炸弹啦，佮要求爱2000万啦。若无伊要拿炸弹互崩开啦。为今年3月以来，伫罗志强甲黄在了后，阁有第3回立委互恐吓。立业的王美惠表示，公务信箱收到无名高雄市长陈其迈的炸弹恐吓，烦恼安全受到威胁。今麦看到国内一直有恐吓案，摆除有意威胁，律师提醒，伫社群点公开平台，就算是心情抒发，也爱尊重。如果是这个好玩，但是你已经认识到这个情况可能会造成人家的恐慌的话，那恐怕这个就会有恐吓公众罪的问题。国内一直有恐吓案，定用批件私信，还是社群平台，向公家机关、政治人物，甚至无特定的人来威胁。过去警方调查了后，部分真歹找出无碍主事者，不过无论是有意还是好耍，拢已经处罚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